敬拜。啊，咱先学一个俗语，恁知影平安安怎学嘛？安怎做嘛？平安，平安会晓吗？好，平安，好，咱先大家因讲平安，好无？平安，再一摆哦，平安，好，大家平安哦。咱小等吼，其实我第一场有参加礼拜，迄时阵是牧师甲牧师娘，啊，我足专心看因伫讲，吼，啊，伫学讲，咱会使偷学几个字无？吼，啊，恁小等吼会使偷学一个哦。啊，上帝，上帝安怎比咧？上帝，上帝，上帝，好，牙关，牙关，牙关，对啊，算吼，上帝，啊，所以恁小等嘛会使看，牧师娘敢有对着牧师的速度，吼，因为伊讲的时阵，牧师敢有比着上帝，吼，啊，搁有耶稣，耶稣安怎比？耶稣钉痕手，用中指，耶稣钉痕手，钉痕手，那个耶稣的钉痕手。好，耶稣，好，安尼吼，咱会使看，顺便看一下，大家敢有对会着，会使偷学几个话吼。啊，因唱歌的时阵，嘛是一直咧重复哦，看最后你会使学着几个字。吼，我都有偷偷学着哦，足好，足好，足好，吼，会使偷学一下，吼，对，安尼咱即摆先来唱吟一下今仔的诗歌吼，273首甲520首，咱先来吟520首，吼，咱做伙来吟，啊恁咱有投影520首，圣诗520首。小等，咱等投影啦，啊无有人投影520首，咱有无要紧，咱等一下吼，因为我们是用听的。啊，对，听袂到的人就爱用看的吼，这样正好检核一下投影片有没有做错吼。来，咱这位来吟吼。273首，圣诗273首。这首诗
到较侪上帝吼，咱会使到时阵会使看一下。阮伫天顶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阿罗你，感谢你，互阮伫遮尔好的天气，互阮甲所有教会的兄弟姊妹，嘛是咱天甲上帝的咱的家人吼，天国的家人做伙来敬拜。主帮助阮伫即个时阵，会使互阮亲像听袂着的人相共，互阮会使借着即个机会。独来看到你，独来专心来敬拜阿罗你，把阮的全人全心拢交互你。阮将今仔日的礼拜交伫你的手头，你亲自伫阮的中间，互阮拢得到满满的感动，甲满满的快乐。后礼拜也是搁较来阮的生活，阮的生命来拍拼，阮安尼将全部规场的礼拜，从头到尾交托伫你的手头。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
凡事无得为着激动，也是为着空空的眼光来做。独独大家用谦逊的心，看别人较赢伫本身。恁逐人无得顾家己的事，也着顾别人的事。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做心。今日姊妹平安，咱今日咱三个来吟诗学乐上帝。圣诗273首，至尊的主宰耶稣，上帝是神。咱三个起立。咱永远徛伫用主教是咱的主导文来祈祷。愿伫天下的父，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你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误，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入去，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接着用使徒圣经来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伊来到人来受苦。定时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早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名，伊要叫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们。请坐。今仔咱三个来启应，启应文40篇，启应文40篇。我有看到主坐伫宝座，伫真悬的所在。你的人头垂落来，看我献给。伫伊的周围有16柄天使徛伫树后。因你祝福
第声，圣哉，圣哉，圣哉！万军的统帅上主，伊的阳光充满全地。门庆因为呼应的声震动。迄时我讲，我有知影，我要无答，因为我是喙唇无清气的人。第声，我的目睭有看到王万军的统帅上主，有一个色拉佛天使陪我来我遮。将炭捂伫我的喙唇，讲。你的罪过已经除去。我阁听见主的声讲，我通找啥人？第声，我伫遮，请找我。咱三个阿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学了你，因为你创造宇宙万物，你掌管一切。主啊，阮感谢你，因为你先听阮，无看阮的罪，请恳耶稣基督来拯救阮。为了阮的罪死伫咧十字架顶，互阮诚做无罪的。阮特别要感谢你伫过去的一年对阮的保护甲带领。虽然疫情还未结束，但是阮会当伫遮组织，做伙来敬拜你。阮为着安尼，献上阮满满的感恩。伫新年的开始，阮嘛需要你来带领阮面对未来。恳求你手术，气力甲智慧，互阮会当面对未来的挑战。阮嘛为着家己的软弱来祈祷。伫生活中有真侪烦恼的代志，求你除去一切重担，互阮得到平安。求你引带阮的路，会当，互阮会当更较亲近你。阮若是有做啥物得罪你的代志，求你赦免阮的罪，互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来悔改。恳求你的圣神同在，提醒阮来常常倒转到你的面前，互阮生活中所行所讲的，拢会当活出耶稣基督的荣耀。互别人看到阮的内面有一款，有一种无共款的生命，因为安尼有好的见证，互人会当借着阮搁较来认捌你。亲爱的天父，阮为着教会侪侪事工来求你看顾，特别是这个时阵有网络甲音控设备的事工要推动。伫这个疫情还未结束的时阵，阮需要用这个科技来帮助阮，互教会的敬拜会当搁较顺利来进行。恳求主保守阮，互阮所做的代志拢是主你所欢喜的。我嘛特别为着教会中有病痛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你伫患难中享受平安，甲因同在。今日阮邀请破坏手教会的吴牧师，伊要用手语来讲道，牧师娘要做翻译。主啊，阮知无论用什物款的语言，拢是对你来要教示阮的道理。求你安静阮的心，互阮会当用心来看、来听你所要讲的道理。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邀请圣歌队来献诗，因要献的诗歌是《阮的心情安歇伫你》。
感谢信歌队真水的歌声。那咱三个来读圣经。今日的圣经节是约翰福音第13章34节到35节。因为真短吼，所以咱会当做伙来读。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就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圣经读到这，咱即摆邀请罗牧师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听的团契。
敬请张牧师、张牧师、列位长执以及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早起来实在是真欢喜，会当伫即个所在，甲咱众兄弟姊妹伫遮做伙来敬拜上帝，来分享上帝话。虽然阮户外手机教会，阮是用无声的礼拜，甲咱第位兄姐较习惯的有声的礼拜，感觉是足无共款。但是呢，伫上帝面前的礼拜，这是拢共款的。伊白白拢是伫上帝听的团契内面做伙礼拜。约翰福音第13章的特色是伫咧讲主耶稣对世间人的听，伊望咱会当照安尼来互相相听。今仔咱所读的经文，会使讲是第13章的结论。主耶稣基督伊受定十字架的进前，伊留了即条新的诫命，就是恁着相听。咱一个基督徒来到教会聚会来敬拜上帝，常常拢会成做一种习惯性的行为。当咱若伫礼拜中来读着即主新的诫命的时，咱是毋是伫咱的日常的生活中间有真正照安尼行呢？今仔日我想要借即个机会来邀请咱做伙来思考主耶稣即个新的诫命所爱咱来学习的。34节的后半段，主耶稣讲：“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相听。”耶稣是到底耶稣是安怎听咱的？咱着爱对13章第1节来开始看。耶稣约翰福音第13章第1到17节，耶稣要求学生爱互相洗脚。因为耶稣来是要服侍人，毋是要互人服侍。咱拢会通了解，伫耶稣迄个时代，嘛无有啥物交通的工具，无乌托摆，无汽车，出门拢着步步爱用行的。所穿的是一种足简单的草鞋，毋是像咱安尼穿皮的。若对外口入来招的双脚拢真垃圾。若有人客要入门，就拢会伫门口先家伊洗脚，所以拢会伫厝的门口会放一个水缸，来甲人客洗脚。而且这通常拢是萝卜咧做的工课。当学生伫遐咧争论啥物人要做大个时，主耶稣伊就亲自苦练，甲学生洗脚，并且佫要求学生爱亲像萝卜甲人洗脚的谦卑态度，来彼此服侍，并且这嘛是相听的实际行动的一项。即种彼此服侍的相听，是不分身份地位，也无分贫贱富贵，就是爱用诚恳、谦卑的态度，彼此包容、互相接纳，甚至是亲像主耶稣安尼，伊是用万王之主的身份来甲学生洗脚。安尼的听，是一种无私的听。伊毋是要为着家己会通得到啥物所付出的服侍。即种听是完全无顾着家己的。
天主教有一个传说的故事。Saint Francis 伊原本是一个贵族，伫厝所有用的物件拢是上介好、上介高贵。但是伊无爱即种安逸的生活，伊的心神总是感觉无平安。有一天，伊单独骑马出外，伊伫城外有看见一个着太过病的人伫路边。规身躯拢烂，看起来实在是真恐怖。在迄个时阵，伫伊的心内有一种快乐一直咧催逼伊，伊就落马，行活去，伸手甲伊抱起来，抱即个着太过病的人。当伊甲伊抱的时，迄个着太过病的人的面，竟然出现是耶稣的面。另外，咱嘛常常捌听过特蕾莎修女伊的故事。伊捌讲过，当伊服侍遐个互人放杀伫路边，常常要死的送向老人的时，伊拢伫因的身上看见耶稣的面。捌起来，牧师的注解有提起讲，咱若接近苦难的人，就会若接近上帝。即两位神父甲修女，因对人的服侍，就是一种无私的疼。因只干那看见耶稣的面，就哪服侍哪甘甜。第二，耶稣的疼，就是一种牺牲甲体谅的疼。主耶稣为着救赎咱世间人的罪，伊甘愿牺牲家己的性命，受钉死伫十字架顶。即种伟大的疼的道理，咱拢知嘛足清楚。伫遮咱嘛看见主耶稣，伊明明知影讲，伫伊的学生的中间有人要出卖伊。我相信伫伊的心内一定真痛苦，但是主耶稣伊并无当场责备，伊反倒表现出搁较疼、搁较大的疼心。巴克勒牧师伫伊的注解，伊嘛提醒咱一个事实，就是人愈伤害耶稣，耶稣反倒愈疼伊。若是讲咱人受到伤害，也是侮辱的时，咱拢会感觉足痛苦的，甚至怨恨迄个人。但是主耶稣伊却毋是安尼，伊面对上介大的伤害，以及上深的反背的时，伊反倒是用谦卑、佮有疼心的态度去对待伊。第三，耶稣的疼，伊是赦免的疼。主耶稣伫伊的基督文的内面，伊嘛甲咱讲，着爱赦免别人，亲像上帝赦免咱共款。马太福音第5章23到24节讲，所以你若伫献你的礼物伫祭坛，也伫遐记得你的兄弟有啥物欠欠你的，着伫遐放下你的礼物伫坛前，大声去甲你的兄弟和好，然后献你的礼物。主耶稣伫遮嘛劝勉咱爱互相赦免甲和解。第三条的功课，即个中间，互相赦免是一项上介重要的学习。即门听的团契的功课，嘛是阮普爱手语教会，阮设立将近30年以来，阮一直不断咧学习。嘛有袂少聋哑的会友，伊有甲我分享，因感觉讲
生活伫即个大个社会环境内面，就若亲像是一个孤儿。当然是伫真实个生活中间，嘛是有亲生个爸母甲兄弟姊妹。所以讲孤儿，毋是讲互气杀，遐是讲就细汉就无爸母。咱是讲伫成长个生活环境内面，爸母也是兄弟姊妹，拢无啥会晓用手语来甲阮沟通。遐也是讲，因为爸母无用，伊无法度安尼渐渐慢慢啊来甲阮沟通，拢是干那会晓用简单的手势，亲像讲食饭啦、洗身躯啦、读册啦、你去写字啦，等等遮个简单的手势。虽然爸母甲兄弟姊妹拢伫身躯边，但是因为阮听无，阮袂通有真好的沟通。阮的心情就若亲像互气杀的孤儿。阮若生活中需要啥物，伊就互你钱啊，互你食啊，互你穿啊，就安尼。想要甲爸母来讲心事，嘛无法度。虽然我本身我是比较较无即种的感觉，因为呢，我有2个姐姐。甲我共款，拢是聋仔。阮有做伙有伴，啊，我刷落来的小话，伊甲咱逐个共款，拢是有听的。啊，因为定定拢甲阮3个姐弟仔做伙，伊阁学会晓手语，会当甲阮沟通，甚至嘛诚做阮甲爸母沟通的管道。说使一个家庭只有一个聋仔的囡仔，厝的人阁无啥会晓手语，就真正是真孤单，就敢若亲像孤儿的感觉。其他无方便的人，就亲像目睭无看的，也是肢体无方便的，因拢会使用有声的语言来沟通。但是阮聋人甲外界就真正有语言沟通的脱个。虽然阮用手语表达，但是别人看有看无，这就毋知哦。这对阮聋哑的囡仔来讲，实在是真伤心的代志。这就是孤儿的感觉。感谢上帝，借着上帝的名所设立的手语教会，互阮的会友会当找到真正属伫家己的所在，一个有温暖、阁有归属感的所在。是一个属于上帝疼的家庭、疼的团体。唯有来到教会了后，因为圣经的教导，慢慢啊就体会，阁明白疼是对上帝来，也用圣经所教示的疼来彼此相疼。伫即个中间，阮若是定定会有迄种看人无顺眼。也是无介意迄个人，也是讨厌某某人的行为，即个现象，连我本身嘛是会有即种的想法。我真看袂惯遐自私自利，也是行为无好的人。但是因嘛是上帝所带入来的人，因嘛是要追求上帝的疼。咱总是用人的眼光的标准去判断人，无介意即个人，讨厌迄个人，总是圣经教示咱。咱着爱用上帝怜悯的眼光，互相相疼，互相了解，彼此接纳，搁较爱彼此服侍。咱拢是罪人，伫教会群体内面嘛会有人的问题，彼此有冲突，有互相看袂惯势的，所以咱着定定用祈祷来反省，知影咱人的疼是无够。搁较爱定定思考上帝的话，做伙学习，接纳彼此话无共款。感谢主，有圣灵的引带，互阮规个教会慢慢有和谐的气氛，慢慢真做
一个基督内面疼的团契，一个属伫上帝疼的大家庭。今仔日我嘛要伫遮来借即个机会，代表阮破坏手语教会全体中级会友，感谢咱南门教会牧师团全体中级正兄弟姊妹，即几年来对阮破坏手语教会的关心、疼痛甲支持，互阮搁较感受到平平伫主耶稣基督疼的大团契内面。也愿上帝加倍祝福咱南门教会。多谢，请咱大家做伙祈祷。是了，疼痛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赐阮有机会会当重新塑造阮有正直的心。互阮搁较一摆，搁再一摆来体会你的疼的伟大。阮也伫即个上帝所的名所设立的南门教会，牧师、长职以及正兄弟姊妹的身上，看见因接纳最微细肢体的疼痛甲服侍。愿恳求天父上帝纪念因手所做一切宣教事工。大大祝福南门教会牧师、长职以及正兄弟姊妹，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咱即摆要邀请破坏手语教会来献诗，因要献的诗歌是《活出疼》。
感谢博爱手艺教会吼，用手艺来献的诗歌。咱即摆来举行奉献，来回应诗，圣诗520首，至圣的天平，由你拍落听，请起立。陈宝师、梁家宏执事来书院。因为这个关系咱就无用奉献袋啊，箱仔放伫门口。请起立。请坐。我即摆来报告教会的消息。今日阮真欢喜会当甲博爱手艺教会兄弟姊妹做伙来敬拜。感谢吴牧师会用手语来正道，陈牧师娘的翻译。礼拜后会当请大家继续落落来交易。第二点，上年团契今日礼拜后有2月份的聚会，有邀请吴长老来主理，伊要讲的题目是新春轻松谈信仰。请上年团契兄弟会当落来参加伫地下室。另外，今日嘛要召开2月份的中执会，伫6楼，请各位中执会当落来做伙来开会。第4点为顶礼拜3开始就是进入教会的大斋节期这个节期包括国外节，拢总有40天。请兄弟会当备办心来迎接国外节，会当利用周报第5版到第7版的灵修资料来思考上帝听到恩典。因为安尼圣乐队嘛开始要锻炼国外节的诗歌，嘛欢迎有负担的兄弟姊妹当做伙来加入圣乐队的活塞。因为奉献的问题因为即马疫情的关系奉献即马是伫咧门口放奉献箱
啊，所以大家可能较袂惯势。那煞只要安怎来进行较好吼？今仔日中执会会搁进一步来讨论。啊，另外团契的消息甲大倒的事个代志，请兄弟姊妹大家当家己来过目。我是要补充，我是要补充报告。咱今年的主题是主内一家吼，咱今仔日提醒咱伫咱这个大家庭内底，有一寡甲咱无共款，因听无的人，真欢喜。我代表咱们教会，甲吴牧师、吴师娘、甲众兄弟姊妹，真感谢恁今仔日甲阮做伙来敬拜，也希望上帝祝福伫恁的教会，大家做伙行天路，互相来鼓励，大家互相来相听。我甲一项来补充一个，就是伫咱即个长老会内底，咱较无去注重教会的力吼。天主教因真注重即方面。其实为顶礼拜3、2月17开始，有一个叫做圣会吼 ，Ash Wednesday， 迄天开始到40天，早时的基督徒用这40天伫遐来灵修。来准备心，甲主耶稣同行各国他的道路，然后迎接伊的国我。我40天的即个灵修的日程，美国长老教会有出版这40天，每一天真简单的即个灵修的材料。你若周报第5版的时阵，你有看较下骹遐，就是美国长老教会提供长老教会信徒伫这40天内底做伙为着世界和平来祈祷。这开阔咱的眼界，所以亲像今仔日是2月21，咱要为着奈及利亚因所拄着的代志这个苦难的世界明仔载为着原住民，世界各所在拢有原住民，为着北韩，为着刚果咱伫迄个所在用上帝眼光来体会每一个所在百姓的痛苦为着因来祈祷。所以，如果你若愿意做伙伫这40天来灵修，来为着遮个苦难的人祈祷，今仔日你的周报就甲摕倒转去吼，用这一天刚我10分钟就已经结束。我会用这个周报，嘛会当用网络吼，我网络用迄个email 叫咱大家，你会通用这来做灵修的材料。咱下面要欢迎今仔伫咱中间，我今仔敢若一个资料是为美国回来Cerritos 吼 ，Amy 杨吼真欢喜伫美国的时阵，就有去阮的教会即时倒转来来带伫天母吼，转来伫台湾真欢迎你，希望你为天母有较远一丝毋过欢迎你来阮的教会，甲阮做敬拜。毋知咱还佫有其他需要我介绍的人无？好，特别吼真欢喜看到焦家嫂吼，焦家嫂即摆我才讲吼，伊伫1、2礼拜前戏部开刀啦吼，开刀拄好遮个代志所以今仔会通来做礼拜真欢喜。咱下面来行平安礼吼，大家互相请安吼可能用手骨打拱作揖就可以了啦吼，免握手啦吼。
手啊！三个来吟唱上营388首，演歌归天礼上帝。上演了后，请吴牧师来给咱祝祷。请咱游玩徛咧，但是请咱开目睭来看，吼，牧师是用手语来祝福，这是对天来的祝福。愿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无变的疼痛，圣神的感动，借着上帝的话来勉励咱。特别也甲南门教会牧师、中职以及正兄弟姊妹伫地对答，直到永远。阿门。请坐，立倒，意会。